各位兄弟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早早早起会平安。用塔要来请忠义长老，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。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是啊，就像诗歌所唱的，天父恩典真正大。主感谢你，互阮遮尔啊大，无法度算数的恩典，互阮会当来领受主你的疼，你的慈爱。阮感谢你，搁一遍引带阮伫透早的时阵，就会当透过牧师的讲解主你的话，互阮伫一天的开始，就会当来领受对你来的美流。互阮的生命得到把助，主啊，献上感谢。伫开始之前，恳求上帝圣神安静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主你所讲的一切，保守祝福，牧师伫这讲的中间，互阮会当拢明白了解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，多谢咱对耶利米书会当时期遮的先知，除了来明白以外，咱其实嘛会当来看见上帝，伊通过伊的仆人来对遮的百姓来讲话，特别伫大先知的中间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因拢有真侪相像的所在，但是因的背景也真无共款。以赛亚伊是皇族，伊甲乌西亚是共辈分，是王。即个犹大支派王的后代啊，亚利米是祭司，以西结是祭司哦。亚利米是即个伫南国最后时阵，以西结是第二批受掠的时阵，去到伫巴比伦的所在。以西亚互人称作是有信心的先知，特别伊伫希西家王的边啊，对希西家王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亚利米伊是听的先知。伊充满对人的遮罪人的怜悯甲吞忍，看到遮足侪遮的罪恶，总是伊犹原用听来对待，来传达上帝话，对因有耐心。以西结是5万的先知，受掠去到伫巴比伦的时，总是因甲绝望，即个国家袂掉，圣殿互人拆掉，总是因犹原期待上帝会当互因复国，上帝会当互因的圣殿搁再起来。亚利米也称作是老巴塞，也是在天靠的先知，因为心情忧闷真艰苦，看到这的罪人，惊袂无，总是无要登到上帝面前。先知亚利米的名意思就是互上帝所高举，也是主所设立，伊是安那突这个祭司的囝，伊的个性，因为年纪轻，所以较软弱，多愁善感，伊嘛较有体贴同情心哦。总是上帝拣选伊伫即个犹大国要灭亡的进程，做上帝授权的代言人，传达上帝审判甲灾难的信息，也受到侪人的误解，甲受迫害。亚利米的后世，犹大有啥物王国甲圣殿有啥物毁坏掉、毁坏去，拢有真清楚。所以读亚利米书，咱就会当来判断到底耶路撒冷犹大国到底有啥物爱上帝要甲伊毁灭。亚利米书对南国犹大就亲像北国100年前的何西阿书对北国以色列所传达的信息，特别拢是讲上帝用婚姻，用这个夫妻，的中间的忠诚，来形容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以色列是节犹大是小麦啊，总是亚利米伊有尊叹上帝的命令，一世人无娶某。伊也预言，伫犹大国还未灭掉进前，上帝就已经通过亚利米来预言，伊要受掠的时间是70年，70年以后会当登到伫即个所在，而且伫亚利米书31章迄个所在，上帝嘛讲起着，上帝要来立即个新的约，即个新的约，除了第3章看到上帝讲伊要。将伊合伊新的目者以外，31章伊要用新的约，这个新的约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亚利米书是一本真要紧，伫这个国家，伫耶稣降生出世的500几年前，将近600年前，上帝就已经预言，伫这个新的约要来到，要来取代这个旧约。咱对第4章进入到第6章4、5、6这3章，是咧讲到要战争来的风声。咱人看到是这战争已经发出命令，然后今日要看的是第5章，看到耶路撒冷的罪恶真大，甚至无法度通来下面。
然后嘛看到上帝用葡萄园的比喻啊，来讲到上帝要对北国以色列、南国犹大的审判。咱今日即摆就来读今日这段第5章，但先要请中医长老带咱来读即个对第5章的第1节读到第5节。好，第1节，就行透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伫城门口找，看会当找到一个行公义、追求真神的人也无。若有，我就要赦免这个城。因虽然记活活的上主唱蛇，毋过因就的蛇是假。上主，你敢毋是咧找真神的人？这个城的人，你拍因，因毋知听；你毁灭因，因毋肯受教。因固执硬心，毋肯回头。我想，因是散车无知的人民，因毋捌上主的道路，毋知上帝的命令。我就去找有权势的人，甲因谈论。因应该捌上主的道路，知因的上帝的命令，哪会知因竟然讲长担偷开锁，无要顺服上主。所以树若会使会来甲因吞食，野外的豺狼会来咬死因，城外的霸嘛会当等因。若有人出声，一定会受拆碎，因为因不时违背上主，对上主不忠的事算袂了。好，多谢。咱看到伫第5章一开始，上帝就发出一个挑战。其实这除了这是互亚利米的一个任务哦，就是伊去敲吹去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这个所在有一个无？咱也记得伫创世纪18章，这个亚伯拉罕甲上帝对这个所多玛俄摩拉这个城上帝要毁灭这个城。总是亚伯拉罕就甲上帝来画巴拉卷哦，甲伊对50个、45个、40、30、20到最后10个，上帝答应亚伯拉罕，只要10个，伊就无要毁灭这个城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上帝伊阁甲这个降价哦，这个城中间可能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，毋知影，但是若有一个上帝伊就要赦免了，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反讽啦。至少亚利米应该是一个义人。另外就是这个所在就是有可能讲，这上帝呢对天顶咧看地上，看这个地上到底有行公义，无上帝就要来刑罚。所以下骹拢咧指着这个人因安怎讲？因拢说指活活的上主救全，但是甲上帝当作是臭耳人因为救全想讲上帝袂听到，然后嘛对上帝真侪妖疑，讲上帝目睭伊是毋是在找着这个忠心的人？上帝根本就袂看到因的这个问题所以因固执硬心，毋肯回头。这伫先知以赛亚时阵嘛是安尼来形容。先知以赛亚书的第48章第4节，讲你的心的颔棍若天，头额若重以西结伫第3章第8节到第9节，上帝嘛讲，我要互你意志坚定，袂当甲因对抗。我要互你的意志亲像泉石，比火石较坚定。虽然因是背逆的子民，你毋免惊因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这看去这3个先知拄则讲的亚利米、以赛亚甲这个以西结，因所面对这个对象呢，拢是真无好处理，看起来拢是这个真坏，拢真可怕，总是上帝甲亚利米甲以西结甲以赛亚讲毋免惊因上帝讲这第4节是亚利米讲的，我想就是亚利米伊听上帝安尼讲，然后伊要去安尼做看时阵讲。我想因是散车无知的人民，因毋捌上主的道路，毋知上主的命令。所以亚利米知影因的问题，因为因毋知影上帝要爱是啥物，耶和华的作为甲上帝伊的这个法则，所以亚利米讲，我就去找上帝叫伊去找，就去找有权势，甲因谈论。这个人呢，是祭司也好，是官长也好。
因应该捌上帝道路，在因的上帝面临，哪会在因竟然共等担偷开锁，就是明知故犯，上帝无爱的代志，亚当夏娃禁止的代志，因竟然甲伊共等，甲伊偷开，所以树拿会使，才咧讲着，才会树拿密伫即个树拿黑暗中间，才会对着，狮、龙甲白。所以才有讲到三摆，嘛是会当代表讲三摆耶路撒冷受了，三摆即个巴比伦来，因就是亲像狮、亲像豺狼、亲像白。若有人出声，一定是撇嘴啊，因为因不是伫违背上主，对上主不忠的事甚未了。继续咱个看第7节到第11节。第7节。上主讲：我哪着赦免恁的囝儿放杀我，搁去假神咒詛，我互因把祝，因所去行淫，规定去客伫妓女的厝，因亲像饲饱起笑的马，厝边的某苦鱼啊，因做遮的事，我减毋办，亲像即款国家，我减免报复。上主安尼宣告，因着去毁坏伊的葡萄园，毋过毋通甲因毁了，简单错因的基，因为因无属伫上主。以色列家甲犹大家完全背叛我，上主安尼宣告。好，多谢所以遮的无明知故犯，因就是上行下效，顶悬就是歹带头。所以帝国全国全百姓，上帝要安怎甲因赦免？即个亚利米嘛去找无到一个义人，甚至因就影响着因的囝儿拜偶像，亲像遮行奸淫，遮妓女共款，对上帝不忠。然后因亲像遮饲饱的起笑的马即个马也是咧指着遮的偶像，就是因咧追求宗教的淫乱。厝边苦食就是互遮个偶像拢甲引诱去，对上帝真不忠。所以第10节，上帝讲：恁着去毁坏伊的葡萄园即个恁拄则有恁有我所以即个恁第1章第1节就是讲到恁即马第10节搁倒来讲到恁。所以即个恁到底是谁呢？有人讲这是毁灭的天使。天顶要来审判死这个天使，嘛讲这个恁呢，就是上帝第6节拄则看的，讲这个树拿会使野外的豺狼、城外的白，恁就去毁坏。所以不管是对上帝，不管是好是歹，好人歹人，拢是对上帝来，上帝出命令，爱因去做这个事但是呢，上帝犹原手下留情讲。毋通甲因毁了，甲错因的基，所以上帝袂使讲连根拔起，连根拔起，总是上帝就是爱教示因因为因完全的背叛，这个字就是诡诈，因是原文是诡诈就是最高级因上奸巧，对上帝安尼欺骗世人所以上帝原来要甲因教示。好，煞遮咱阁来读最后一段对12节读到19节。12节，以色列承认上主所讲的话，讲上主袂做啥物，袂降灾祸，袂互咱拄着战乱，也是饥荒。先知的教示不过亲像一阵风，上主的话无伫因内面，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对我讲。伊竟然安尼讲，我要互我放伫你喙内火话诚做火，互遮的人民诚做柴，火要甲因烧掉。15节，上主讲，以色列人，我要互一个国家对真远的所在来攻击你。这个国家真强，历史悠久，因的语言恁毋捌，因讲啥物恁听无，因拢是勇猛的战士。因的箭地亲像拍开的梦，
会当射死真侪人。因要甲恁的五谷甲米牛食了，吞灭恁的后生查某囝，佮吞食恁的牛群羊群，将恁的葡萄甲无花果食甲拢无剩，佮用刀剑毁坏恁所倚靠坚固的城。上主讲，就是到即时，我嘛袂甲我的子民彻底毁灭。因若问上主，阮的上帝是安怎甲阮做遮个代志？你着甲因讲，既然恁绑杀我，伫恁家己的土地服侍别个神明，恁嘛要亲像安尼，伫毋是属恁的地服侍外族人。以上。好，多谢。好，上帝已经讲，这个要来毁坏，好，因为因背叛，但是毋通甲因毁坏了，啊，不可毁坏尽哦。这是第4章的27节，好，嘛有讲到啊，所以毋通甲因毁了。上帝犹原要手下留情，所以这也是亚利米伊的服侍，上帝要甲你教示，上帝要甲你处罚。但是上帝犹原要留一个空间给因哦，所以因直接甲上帝讲的白插，讲上主袂做啥物，袂讲灾祸，袂互阮拄着战乱，也是饥荒。这咱看到伫亚哈王的时代，着遮假先知，因就是出来讲着遮的假好的消息，互人。或者王失去判断毋知影爱悔改，颠倒继续行歹。先知的教示，这假先知的教示，亲像一阵风哦。总是上帝讲，伊要互亚利米吞伫你喙内的话，诚做是火哦。所以风较大也是火较大，这个风变做是耳边风。总是这个火互伊倒起来了后，就火烧屁股，因就知影厉害。15节，上帝讲伊要互遮个情况，咱看就知影这是对巴比伦哦。上帝最后嘛是兴起这个巴比伦，讲因是国家坚强，历史悠久哦，甚至因的语言恁毋捌听无因咧讲啥物，但是当遮因来围攻的时阵呢，因嘛毋免甲你沟通，就是直接甲恁拍就对啊。所以勇猛的战士，因的战地亲像拍开的梦哦，射死真侪人，这形容啊，真在是真有这文学，互咱咧看的时阵，真水的形容。因若将你的遮的土坛五谷米牛拢食了，吞灭恁后生查某囝，将恁的牛群、羊群、葡萄甲无花果树食到无剩，搁用刀剑毁坏恁所坚固的瓦靠坚固的城。但是呢，18章上头讲一解，总是就是到迄个时阵，我嘛袂甲我的子民彻底毁灭。所以伫4章27节、5章的10节、5章的18节，三斗上帝三解讲，伊无要甲因彻底毁灭。这是亚利米一个信息中间一个平衡，就是上帝我要个上帝原来要管教，上帝要用足强烈的方式来教示，甚至讲到安尼哇，这个风云变色啊，天乌一边去。但是上帝犹原互因有路。最后一节，但是百姓们讲，上主，阮的上帝是安怎甲阮做遮个代志？就是已经到厉害遮艰苦的时阵呢，亚利米就爱甲因讲。既然恁放杀我，伫恁家己的土地服侍别个神明，你嘛亲像安尼，毋是属恁的地服侍外族人哦。所以以色列去服侍外族的人，这个但以理服侍外族的人，因遮伫外族，这个所在就是因伫迄个时代，袂当来遵守甲上帝的约哦。所以上帝虽望甲这个所罗门有利约，讲若有人上帝子民来到这个殿，甲上帝祈祷，上帝就要听因的祈祷，因若悔改，上帝就要赦免因的罪哦。但是这个殿呢，煞毋是摕来祈祷的殿，这个殿呢，拢摕来讲白插。伫第5章所看，因甲上帝咒诅拢是假，活活上帝当作是臭耳人，无听到，所以上帝伊就是要来毁灭啦。今日的经句就是咱会当伫礼拜日做礼拜阵，有读到，就行透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四界探听，伫
伫城门口找，看袂当找到一个行公义追求真实的人也无。若有，我就要赦免这个城。咱会当将耶路撒冷改做咱的都城市啊，就行透桃园市的街路，四过探听，伫城门口找，看袂当找到一个行公义、追求真实的人也无。若有，我就要赦免桃园市这个城。好，咱今日分享到这，多谢中医长老，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谦卑，也通过上帝话。有互阮得到提醒，阮就爱有悔改，阮就爱有 U-turn， 阮就爱知影伫主的面前，合照上帝你所爱来行，求主来判断阮的心，因为阮的心时阵失迷，阮的心有时阵受到世间的引诱，袂记你上帝，只有要追求目睭所看到肉体的情欲，世界的骄傲，总是求主搁一摆怜悯信心保惠师。来充满阮，主耶稣的保惠啊，掠查阮，互阮无进入，互阮无入敌侵，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伫即个社会中、世代的中间，互阮无受即个淫乱，互阮无捌着即个误会拉散，互阮会当真做即个城内底，亲像但以理正直、谦卑照甲上帝祈祷的义人，愿上帝也祝福伫阮的中间。今日上年大学也要出关旅游，也愿上帝看顾大家出入平安稳当，也保守阮的心灵、家庭、身体健康，有助你的同在。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多谢大家平安。多谢牧师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咱的这个麦克风因为昨天有那个乱嘛，有迄个人走入来甲咱乱啦。好，所以咱就是在将这个设定改过来，好，所以大家的麦克风是袂当拍开的哦。好，多谢，拜拜。